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火炭星開題案分享嘅 Angel， 今日會帶大家嚟到火炭南半山，睇一個低密度屋苑華翠園，實用面積882尺，間隔係3房1套嘅優質筍盤。呢個單位望到開揚山景，有新淨企理裝修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實用面積有882尺，間隔係3房1套。單位嘅露台外望一片開揚嘅山景。由於呢個屋苑比較低密度，所以屬於市場上比較罕有嘅放盤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。客廳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，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而另一邊嘅位置就係飯廳，設有對流窗，可擺放4人餐台。旁邊嘅位置可以放一大排嘅鞋櫃。廚房面積寬敞，櫥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保養新淨。除咗可以放到雪櫃之外，仲可以擺埋洗衣機。穿過走廊第一間嚟到嘅睡房，間隔方正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擺放衣櫃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放到雙人床同衣櫃，幾間睡房都望到開揚嘅山景。洗手間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保養得宜，係用企缸嘅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除咗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三邊落床都冇問題之外，訂做咗多個儲物櫃。而另一邊嘅位置擺放咗大衣櫃。主人房有獨立嘅洗手間，同樣有窗，空氣流通，係用企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